郭艷明，財進群英會。好啦，咁啊，財進群英會咧嚟到今個禮拜，我請嚟呢位老友咧，最近啊唔知點解成日都見到佢，又收到佢送俾我嘅禮物。佢就係我嘅即係校友兼老友啦，就係阿陳茂波阿 Paul。咁阿 Paul 現時個銜頭咧就係法律援助服務局嘅主席啊。咁當然大家比較清晰佢嗰個身份咧，就係佢曾經係香港會計師公會嘅會長。早晨，早晨啊，係啊，我睇咗你嗰本書咧，嗱，多謝。雖然我哋認識咁耐咧，都叫做即係大家對對方嘅性格都有所認識嘅，但係咧有好多嘢我都係透過本書咧，我好 impress 咧，即係原來你嗰個感性嗰方面咁強喎。因為我所 imagine 即係想像中啲會計人咧，都係四四方方啊，四平八穩啊，撻住個計數機啊，而家唔係叫算盤啦，即係計數好精啊。係啊，因為我哋工作上咧行出嚟咧，好似要好硬淨、好英明神武咁啊，樣嘢清清楚楚啊咁啊。即係阿 Paul 咧本身你係讀公管嘅係嘛？係啊，係啦，我雖然 minor， 你係 major 噶嘛？係喺中大嘅，係啦，主修工商管理。係啦，咁啊大家都係即係嗰個年代出身啦，都係。你後生好多。唔係，我都係唔講啦。咁但係咧，即係大家喺嗰個年代咧，都係屬於草根啲嘅環境下成長啦。我睇翻阿 Paul 呢30幾年嚟，一切都係自己一手爭取翻嚟，而且你喺過程裏邊咧，我睇到你係好多時喺你個崗位以外咧，係特別做突嘅。即係譬如為同事爭取一啲嘢啊，為個業界做一啲，譬如喺會計界嘅時候咧，做一啲課長遠咧係有建設性啊，又或者同內地你哋叫做趨同啦，呢個會計準則係啦，即係一個趨同嘅一個方向，朝住呢個方向咧去做好多額外嘅嘢。咁嗱，阿 Paul 我睇完你本書之後咧，咁啊坊間又傳得好盛啦，就係話你會捲土重來再參選嘅。你4年前嘅時候就以少少票就飲恨啦。咁今次嚟講咧，其實係咪真係又想嚟多次咧？我就好積極考慮緊，積極考慮研究緊。咁今次冇咁多出賽馬匹咯。哎呀，呢個就好難講啦。不過盡力做好自己嘅本分，呢個最重要。嗱，話時話啦，其實而家大家都有個爭議咧，就話未來啊喺政改嗰個過程裏邊咧，立法會功能組別。你哋都屬於功能組別啦，會計界，即係應唔應該再繼續存在啊？又或者係咪要改一改嗰個形式啊？咁樣嗱，即係唔好論你參唔參選先啦。你覺得功能組別議員呢一份係咪應該又斟酌下咧？咁我就覺得咧，到最後咧，應該都係取消咗功能組別嘅。不過咧，目前嚟講個功能組別，因為歷史嘅原因咧，仲存在。亦都喺過去呢段時間咧，對香港嚟講咧，都有一個正面嘅貢獻啦。原先嘅設計咧，點解要有功能組別咧？就希望吸納社會上唔同階層、唔同專業嘅人士喺政府嘅政策制定同埋個監督嗰度咧，可以發揮啲作用。咁但係從長遠嚟考慮咧，喺一個全面邁向普選嘅時候咧，我就相信咧，有多啲嘅有能力嘅專業人士，如果佢真係要服務社會，就應該去考慮通過地方選舉出嚟，即係要經過直選嘅洗禮。係啦，咁目前嚟講呢，就個別功能組別呢，其實嗰個選舉模式呢，其實同直選個分別都不大嘅。因為譬如個別一啲功能組別呢，就係一人一票嘅，就唔係小圈子裡面啲團體票。會計界都2-3萬人。係啦，另外人數亦都比較多，亦都咧分散到好闊。咁喺呢啲咁嘅工作裏面呢，其實都係一個直選工程嚟嘅啫。另外有一啲意見呢，就反而係話想將呢個功能組別呢一個議席呢係增加，甚至乎呢就係將佢譬如話提出一個叫1+30嘅方案呢，就話每一個選民呢係可以選1票嘅地區直選議員啦，同埋呢就有權選所有30個界別嘅功能組別嘅議員，即係一個票裏邊呢就2頭咁樣。咁呢個諗法你又覺得 work 唔 work 咧？呢個諗法我覺得就唔係好可行嘅。嗱，第一咧就好似我剛才所講，我認為到最後應該都係冇咗功能組別啦。不過個時間同個方式當然大家要探討啦。頭先嗰個1+30個唔好處咧，就係每個人去投票就投31票。
然之後咧，你又諗下每個界別咧有好多候選人。哇，好難揀！哇，到時你揀嘅時候真係眼花繚亂，幾百人可能剔錯嘅機會好高啊！咁咧就我哋去揀功能組別嘅代表嘅時候咧，就好着重咧嗰個人除咗個代表性之外咧，就個專業嘅能力嗰方面。咁一家30咁嘅時候咧，其實大家咧都喺度搞緊，有可能啊，就搞緊啲包裝啊，一啲嗰方面嘅工作。咁就眼花繚亂之餘呢，我哋就未必真係可以咁容易咧喺裏面剔到啲有能力、有抱負、有服務到嘅人咯。嗱，講起呢一個從政者嘅包裝呢，咁事實上有啲人係真係塑造得自己太完美嘅，好似話不食人間煙火，好似唔使吃飯咁樣。咁其實我覺得咧嚇，無論係做咩崗位咧，佢始終都係一個人嚟噶嘛。咁人係有七情六欲、恩怨情仇兼情緒，兼係話即係有成功失敗嘅經歷㗎嘛。好自然嘅。所以反而我就比較 buy 話喂，如果你曾經做錯嘢，咁唔緊要啊，面對同埋係話俾人聽，以後啊，我會點樣做得更好，咁好過咧你將佢塑造得太過 perfect 嘅時候咧，即係太過超現實啊！咁即係阿 Paul 就喺嗰本書度所提嘅一切經歷咧，我就覺得佢唔介意披露，譬如話嚇，即係面對公事或者家庭所曾經出現過嘅情緒上或者思想上嘅波動咁啊，咁阿 Paul 不如又分享下你一啲真情啦，就係先講呢一個公事先啦。咁其實你由出嚟打工，因為你係屋企嘅大仔啊，即係比較上擔子啊壓力都比較重啊，而且你又咁有責任心，又要孭起頭家，咁啊兄弟姊妹亦都唔少啊。咁你由即係最初出嚟做工，又或者兼職，又揾多啲錢嘅時候咧，即係你已經當時有冇 vision 俾過自己嘅咧？定係話我真係每個月 take home 養得掂家人咧，就已經係好滿足啦咁？嗱，初初離開大學出嚟做嘢嘅時候咧，就事實上係一個掙扎嘅階段嚟嘅。當然讀大學嘅時候，大家都有夢想，好似你一樣咧。喺大學我哋嗰陣時火紅年代關心社會、認識祖國。一啲社會運動我都有參加，咁啊出到嚟做嘢咧，就最重要就係要企穩，同埋咧要幫屋企兄弟姊妹啊個生活有所改善。所以我前期嗰段時間咧，事實上係聚焦咗去做嗰樣嘢。但係喺一個時間之後，其實嗰度講緊幾年啦，我就企穩。就多咗好多時間咧，就諗一啲自己業界嘅嘢同埋社會上嘅嘢。同我覺得咧，其實每個人喺個職場咧，無論你企邊個崗位，都可以做其他嘢嘅。譬如我嗰陣時喺一個叫建造業訓練局裏面做事，除咗做好自己嗰份工，咁我都幫我啲同事去爭取應該得到嘅福利。有啲唔係好公道嘅嘢，一樣可以出聲咁。咁我覺得喺職場裏面，無論喺邊個崗位都可以做嘢咯。即係話時話啦，你最初咧有做過大學嘅助教啦，又做過稅局啦，又做過建造業訓練局。其實呢啲全部咧喺我當時畢業嚟講咧，都覺得好似優差喎。不過衰在我考唔到政府，咁啊所以入咗新聞界，咁啊都算係好嘅差事啊。點解你又會從嗰啲機構裏邊轉翻出嚟咧？我喺稅務局做咗2年，考晒裏邊嘅試，出邊會計師試又考晒。咁咧，當年嘅稅務局升職其實都幾快㗎。我哋做滿3年就可以見 board。我有啲師兄師姐咧，3年4年就升㗎啦。不過我都嫌佢慢嚇，我唔中意擔凳仔等。去到建造業訓練局嘅時候咧，其實我入去嘅時候咧，已經係即係 professional grade，佢哋叫做嚇，即係相當於稅局嘅評稅主任。我好努力啦，好坦白講。後來就 upgrade 咗做 senior professional。如果講政府個 master pay scale 啊，已經可以去到頂。嗰陣時喺度諗，咁後生咁快到頂，冇理由啊！出邊仲海闊天空啫。我應該再探索一下第二啲嘢，咁所以我咪離開咯。咁即係話你性格上有抱不平咧，成日要同人哋出頭啦。我收過一個炮同一支劍，支炮咧就係我離開訓練局嘅時候咧，啲同事送俾我嘅。佢哋當時有啲係啲鐵工師傅送俾我紀念我炮打不平時。把劍係個客送俾我，係我自己後來執業嘅時候咧，我有個機會幫個客做嘢。佢就俾銀行派會計師接管咗，咁咧就喺個過程裏面咧，我就
幫助佢點樣去應付呢啲難關啊！最後佢就送咗把劍俾我。好啊，咁其實你呢一份性格咧，就正正你唔想安坐一個位咧，就四平八穩咁樣等退休啊！咁所以咧，一陣間就講下你後來咧點樣出嚟咧，自己啊自創一個門戶啊！好啊！財進群英會